香港經典一哩賽。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檔位置係嗰隻二郎嚟㗎，響埋邊位置灰馬咧就係駿龍區啦，咁啊第3位象耀啦，第4位幸福掌聲啊，中檔第5位啦，白衫黃帽咧就金槍60啦，響出邊有威闖啦，外邊黃衫紅帽依家俾人頂住喺3搭外邊啊，勝得精彩啦，尾位置係美麗非凡嚟㗎，咁啊暫時包尾嗰隻咧就幸福笑容嚟嘅。好啦，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1000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嗰隻二郎啊，咁啊跟住響第2位咧就幸福掌聲啦，第3位咁啊外邊位置啊勝得精彩走咗上去內欄第4位灰馬駿龍區啊，中間第5有象耀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尾4啦，就係嗰隻威闖啦，尾3內欄咁啊白衫黃帽金槍60啊，尾位置係美麗非凡，暫時包尾咧都仲係嗰隻幸福笑容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二郎就帶住呢隻幸福掌聲啦，內欄灰馬就駿龍區啦，外邊啊勝得精彩，中間象耀就一路頂住啊勝得精彩啊，後邊嘅4隻金槍60咧就喺內欄尾4，出邊就威闖，尾二美麗非凡響入邊嗰隻就幸福笑容啊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二郎走嚟咗一個身位，見到中間上嚟嘅馬有駿龍區啦，勝得精彩啦，外邊呢就係呢個金槍60亦都上緊，跟住金槍60仲有美麗非凡同埋幸福笑容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金槍60啊，砰砰聲已經出咗嚟啦，中間又勝得精彩，幸福笑容依家先上嚟啊，接近終點，金槍60咁啊贏埋呢場賽事添啊，跑第2名呢就幸福笑容啊，第3名勝得精彩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有二郎啦、象耀啦，同埋外邊姍姍來遲嗰隻又好似俾人阻下咁樣啦，嗰隻美麗非凡啊，咁啊結果呢隻金槍60，哇真係贏得相當輕鬆啊個姿態，打搭咁樣係咁贏埋呢場香港經典一哩賽。